你爱我甘着目屎，忍着痛苦，陪你陪到这。你莫搁我头看，予悲伤留伫这。你爱我放下过去，悄悄离开，我会当讲啥？爱一寸就予我，不会当由我。好，搞早，大家搞早，拢袂记得甲大家请安。OK，咱继续来看教会公布第5期第3，我记是敢若第三页啦吼。正手平遮中遮，头一段吼，头一段就长的，啊，这是中也有一空，这只吼，咱顶回读到遮。这是甘伟林牧师的讲话啦吼。啊，甘牧师确实是真正是对上帝、对耶稣基督道理有真正有明白啦吼。看头前个人讲话拢安尼，讲足侪对人的观点出发来思考啦。咱甘牧师都无共吼，咱继续看吼。我甲放较大个。对遮开始吼，有一项就是咱伫少年别人的时，以色列四线的百姓，着掠做搁较要紧。哇，这哪会讲到以色列去？有一项就是咱伫少年别人的时，以色列四线的百姓，着掠做搁较要紧。咱继续看，因为实在看无即段伊讲啦吼。这由原是照圣经的教示，因为罗马人书11章12节有记载讲，以色列人跋倒是做通世间的福气，因的衰微是做异邦人的好业，因的丰盛减无搁较加添迄个好业吗？罗马人书有即段我若无印象吼。OK， 这有原是照圣经的教示吼。即段我实在看无，我搁看一遍吼。有一项就是咱的少年别人的时，以色列四线的百姓着掠做搁较要紧。这由原是照圣经的教示，因为罗马人书11章12节有记载讲，以色列人跋倒是做通世间的福气吼。伊讲，罗马人书安尼写，算讲若犹太人咧行衰运的时阵，全世界拢好气，拢行好运吼。伊安尼讲啦吼，以色列人跋倒是做通世间的福气，因的衰微吼是做异邦人的好业。衰微就是华语叫做衰落啦吼。查一下衰微 ，SOEBI 第5声吼。大理图书店遮慢咯，今仔日试落无反应。好，衰微吼，衰微衰退吼，较早着真老，这当着衰微啦。所以对应就是真。请讲。我有听过马文讲衰微，毋过伊拢用台语讲，台语即摆有较衰微。是对，衰伊的归说是衰退嘛吼。我毋知衰退是要用华语念还是台语念吼。
我咧看日文版伫倒位？日文版的衰味伫遮哈。我已经甲迄个video 直播的 link 打起吼，恁家己去看吼。衰味，史努比斯鲁晓。好，无啥物特别的吼。OK， 衰味。伊讲以色列人因的衰味是做异邦人的好业。圣经内底讲的异邦，就是以色列国以外的，就是讲叫做异邦吼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咱拢是外国人吼，咱拢是异邦。异邦就是异邦吼，华语叫异邦人吼。所以以色列人的衰味是异邦人的好业，因的丰盛减无搁较加添迄个好业吗？哇，这当时到底是讲啥？这神学的部分，咱都免直接免搁深看啦吼。单论即个代志，检采咱家己无路通去找遐个人，总是咱应该常常替因求上帝。单论即个代志，检采咱家己无路通去找遐个人。我感觉即只毋知是毋是 type 还是用啥物叫去找啊？哈，是毋是加一个hyphen？无应该中无应该迄个连音符加起哩，所以它变调怪怪吼。好来，我看觅去第三声找 CHOE 第一声吼，去找是啥物字？CHOE 第七声吼，我拍毋着。第七声去找，有即个词哦，无即个词啊。我用找台语去找一下吼，因为台语大词典有时你若腔口拍毋着，就找无啊。无去找即个词啦，我毋知是倒位。搁印毋对去还是安怎吼？咱家己无路通去找遐个人，我想应该是中即个海文是假啦吼。咱家己无路通去嘛吼，去找遐个人吼，总是咱应该常常替因求上帝吼。伊即只讲的遐个人是指啥物人？我看无解有吼。单论即个代志，检采，是毋是讲迄寡无来教会的人吼？好，咱继续看咧。若是会，咱着用钱财互上帝的奴仆传福音，互伊听。因一时四散伫天的逐国，摩西甲先知人会找因真大对象，所以因接纳咱的救主念边，众人会得到大利益。逐字拢看有几句，毋知咧讲啥吼。因一时四散伫天的，当然这是讲以色列人吼，四散伫天的逐国吼。摩西甲先知人会找因真大对象，就是讲，即个是讲旧约圣经内底头一寡摩西当然是讲摩西五经啦吼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吼、利未记、申命记，利未申命记甲，我若兼一本吼。就是这5本啦吼，旧约圣经头5本就对啦吼。创出利民生啦吼，利民心啦吼，歹势。伊讲以色列人对摩西甲先知人会找，除了拄则讲的摩西五经，搁一寡啥
什么约瑟啊，书一大堆先知写的吼。会册吼，因真大对重，因有重视即寡子，所以因接纳咱的救主怜悯众人会得到大利益。以色列人其实拢无接纳，以色列讲的救主是讲耶稣基督啦吼。以色列人并无接受耶稣是救主吼，就是讲耶稣讲伊是救世主，伊是圣经内底所有言吼，就是。参语内底所讲的迄个未来的救世主吼，以色列人其实是不买单啦吼，意思就是无认啦，无认即项代志吼。啊，所以比如讲你伫美国即嘛，圣诞节的时阵，足侪店拢有关嘛吼，逐个拢休困吼。啊，但是对希腊来迄福州啊吼，因开的餐厅伫美国遮足侪铁教拢是福州人，福建人应该是福州人因开的吼。啊，因足骨力趁的，圣诞节嘛是照常你开店吼。啊，犹太人即当阵圣诞节因无咧过圣诞节啦，因为耶稣基督出世对因来讲无啥物意义吼，所以。因着爱去请你铁教去卖食吼，听讲啦，我是毋知啦吼。OK， 就拄则我讲吼，即段每一个书看，我们咧规个讲啥？你讲嘿，歹势，你讲。你的声音，我毋知是你信号无好，还是我信号无好。你的声音无信号，可能无介好。我信号无介好，我就先莫讲安尼。我歹势，我实在听无你拄则讲啥吼。恁继续，我信号无好。好。我信号无好，恁继续歹势。好，头到遮我想着吼，其实我这2工有咧想一项代志讲。咱若拢一直读即个教会广播，你就会一直看了一直用好的物件啦吼，无一定讲是完全中好，但是就是，比如讲用词啥物各方面吼，造句的迄个结构啦吼，就是句构法吼，就是迄个句型吼，可能会拢，你会感觉拢敢若足接近安尼吼，所以我咧想讲是毋是，譬如讲，徛数个读。教会广播啊，双数个可能读无共的字安尼吼，我有安尼想啦吼。但是我即马一时仔想袂到要搁读啥物吼。然后各位若有啥物建议，再甲我讲吼，看咱有兴趣搁读啥物字吼。会当看，比如讲是做论的吼，做论的就是论说的文章啦吼。譬如讲10项关键就是吼，但当然我无要读10项关键啦，10项关键较深哦嘛，读起来才会到。毋是我会到，是你会到啦，你听起来就会到吼。是啊，过来是，因为我为啥物我安尼讲，因为10项关键我自头到尾看过一遍啊，所以我读起来会较轻巧一丝啦吼。啊，但是你听起来足辛苦。这是最论的吼，就是论说文，或者是你有兴趣看小说，还是？主要是小说啦吼，你若有兴趣看小说，譬如讲咱之前讲的出西线，袂歹看。啊，当然出西线我即马等于读到一半，所以我要叫我对头读，我嘛是真有啥爱吼。啊，袂嘛是会使啦，咱看情形，大家若想要看出西线，咱就来看出西线吼。或者是你有兴趣，比如讲，我记得一本叫啥物《必胜》吼。算数的就对啦吼，数学就对。你看有兴趣用台语来学数学无吼？啊是医学字吼，咱查会着的医学字，找会着啥物妇科啥？你若有兴趣吼，咱会使来读看觅啊。好，咱继续读。过来是正手评价吼，尾仔算起来第2段，高老讲吼，伊姓高名叫做高老讲。看遐侪人自集，想起你我拄则袂记讲吼，伫教会广播第5期一开始就是甲一开始的
标题就叫做什么大会记录啦吼，就是因敢若是顶一礼拜伫府城开大会吼，基督教会长老教会开大会，啊，所以伊甲即寡人会发表的讲话，拢伫遮记录起来吼。啊，即嘛记诶，即位就是姓高名老的伊讲的吼，伊讲的话，伊讲。看遐济人自集，想起20年前无拍算到单会遮兴旺吼，所以我记得敢若足侪人讲起就是教会兴旺的即个主题吼，啊，足侪人拢你讲啊，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怎一干若甲牧师讲，即拢是上帝想厝的，就对啦吼，你毋免想讲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做，吼，无拍算到单会遮兴旺，兄弟所讲口逐项是好。歹势吼，兄弟所讲，曲逐项是好的意思。伊即只是搁甲拄则甲牧师甲大家泼冷水吼，伊即嘛经过甲搁吼挽回啦吼，是毋是叫做挽回？咱来查一下挽。OAN 第5声为 OE 第7声，吼挽回。王话咱来看伊解释啥物，讲老话母暗是另外意思吼。善意的话讲了后，佫挑工加讲几句啊，敢若恶意的话尾吼。啊，所以我对王话的理解含词典的解释较无啥共吼。我本来想讲王话是甲话佫加。口舌转来讲较圆满一丝吼，但是看起来毋是，是口舌转来讲无内底业口水啦，口水就是口水的话就对啦吼，甲上后老话尾暗示一寡无介好的意思吼，啊，所以含我所理解倒转倒颠倒转吼，我看遐日本的解说，看有无吼。挽回，毋知有例句无吼？若有例句较好啦，咱会当学看即句，即个词要安怎讲安尼，要安怎用？歹势，咱会无看挽回？伫遮吼，看起来应该是拄则讲迄个汉文的解说是差不多意思啦吼。好。所以咱拄则讲的即只，伊毋是原话啦吼，我毋知影要用啥物词来讲，就是伊搁讲一个较好听的话啦吼。拄则甲牧师泼冷水嘛，伊即马讲一个较好听，讲啊，即马20年后，即马遮尔兴旺吼，兄弟所讲曲逐项是好啦，吼，逐个都讲的拢真好。前邦大会也是安尼，前邦大会也是安尼吼。望即碟袂空煞去，这是你讲起来。兄弟所讲曲逐项是好，前邦大会也是安尼。望即个前邦大会也是安尼，是讲前一回开大会嘛是安尼款吼。啊，无我就毋知即前邦是讲啥吼。望即碟。袂空煞去吼，所以着定着一年一日，逐位自集祈祷，恁替府城教会祈祷，阮替恁就是意思，阮替恁祈祷啦吼。台语的表达我感觉是加较简洁吼，就是我是讲白话吼，我毋是讲文言吼。台语的白话表达，我感觉是加足简单，简单啊，迄个字是要安怎讲？就是较简洁啦吼。你若要讲迄个华语，就是安尼讲吼。所以即只我替恁祈祷，就会当省起来吼。好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周波霞讲的话吼，摕议论看怎样才好。
毋是歹势，第二轮看怎样才互啥物？互继续后一页。第二轮看怎样才互教会兴旺，嘛是你讲教会兴旺吼。实在毋通拍算教会即碟无兴旺。实在毋通拍算教会即碟无兴旺。这是你讲啥？我若感觉因讲的我拢看，逐字拢看有，毋知你讲啥。照我看是有啦吼。虽然有所在人无亲像前遐济，抑佫是较实在、较徛在吼。啥物啊？照我看是。实在毋通拍算教会即碟无兴旺吼，意思讲你莫当做讲即嘛教会无兴旺啊。照我看是有啦，有较兴旺啦吼。意思是安尼啦吼。为虾米头前即句我一时也看无？伊讲实在毋通拍算，伊讲拍算即个事嘛吼。实在毋通拍算教会即碟无兴旺吼。照我看是有，虽然有所在人无亲像前遐济，抑佫是较实在，吼，较徛在，吼，有一项，咱继续讲吼，有一项大阻挡就是神主吼。这咱之前讲起伊咧征文的时阵，伊要希望大家又出题目，互大家写文章嘛吼。其中就是即个大阻挡，讲是神主吼，要论即个问题吼。哦，所以咱无搁过细啦，就是拢讲过吼。即个道理着去明白，通甲人辩驳到真，毋是要互因正事尔定，要紧是互因知叫安尼较对。好来，即个知叫敢需要加即个hyphen伫遮哈。要紧是互因知讲安尼才对啦吼，就是讲即个神主即个主动吼，毋是干那要辩赢因尔，互因知影讲安尼做毋对啦吼。因为因伫讲道理拢是好，不过无目主是趁外国的款。目主是啥？无目主，查一下吼。一个书看无就规句，毋知你讲啥吼。目主 ，BOK 第8声主 CHU 第2声。目使好把臂高到像鹿，鹿就是目嘛吼，所以相关第8声嘛吼。目主咧，台语大词典有过细啦吼，有收即个吼。汉字就是目，就是插头迄字目吼。主就是神主的主，所以目主就是神主啦吼，就是神主牌啦吼，叫做目主。吼，我今日才学着吼，目主神主牌吼。因为因伫讲道理拢好，不过无目主，无神主牌是趁外国的款，就是讲你无拜祖嘛，无拜祖公祖嘛，是趁外国人的款。恁道理讲较好，但是恁即点，干那即点我都无要信你吼。意思就是安尼啦吼，莫讲迄当即嘛嘛是安尼吼。不也是要紧吼。官府伫拜，人看咱各样就辩驳，不也是要紧。官府伫拜啥？拜神主哦。人看咱各样就辩驳，
人看咱各样，各样是讲咱无咧拜神主啦吼，就便卜就含咱钱就对啦。毋知有啥法度通传到官府？官府咧拜是讲啥物意思啊？是讲官府原来咧拜神主哦。好啦，又无重要，看过就好啦吼。咸菜因有诶爱趁。咸菜有诶爱趁，趁毋是讲趁钱啊，有爱趁道理吼，顺趁道理。不过是济项阻挡吼，但是就是有足侪阻挡嘛吼。兄弟讲毋通插代志是对，犹久着看事。咸菜有兄弟因为无要拜佛，互人凌辱。要激着伊，互咱我其实我是今仔日有读了较快吼，就是我读了较紧吼，就是足侪词我就是读过尔咯，毋知足侪句啦，我读过尔，毋知你讲啥吼。兄弟讲毋通插代志是对吼。我记敢若是进前有讲，莫插世上人的代志啦吼，所以即只讲兄弟有安尼讲是对啦吼。犹久着看事，但是呢爱看啥物代志吼。咸菜有兄弟因为无要拜佛，互人凌辱吼，因为兄弟无要拜佛啦，所以互人欺负就对啦吼。要激着伊吼，即只有一个词叫做激着。吼，咱来查一下激着，迫害、困着，我知吼，但是我迫着我今仔日看到的啦吼，我相信就是迫着，就是当然激着啦吼，激着，我相信嘛是就是困着加即个迫害的意思啦吼。OK， 咱先看激着，伫遮讲了激着 ，PIOK 第8声。伊毋是迫害啦，歹势，毋是迫害，是激着是放逐赶出去吼。即个我永远都看无到底即个信马啊，即个鬼说，我是要叫我读华语，还叫我读台语吼。放逐是华语，赶出去是嘛是会通读台语吼。但是激着就是安尼，就是甲赶出去啦吼。看一下日文版。这是潘国元老师建议的吼，讲你若看台语大词典吼，应该拢爱现写日文版，因为迄个汉语版的解说有时是毋对的，或者是甲一寡例句绕沟去就拍算的吼。激着伫倒位呢？激着，我特别先甲日文版就找袂着，因为毋知要对倒开始出去，激着伫遮吼，就是赶出去嘛吼。无例句啦吼，主要是无例句。好拄则讲无拜佛，所以去互人，到倒位？兄弟咸菜有兄弟因为无要拜佛，互人凌辱，要激着伊，要甲赶出去，要甲因赶出去吼。咱着淡薄体贴伊，去找伊讲道理，毋免的确插伊。咱着无要拜佛，互人凌辱，要激着伊，咱着淡薄体贴伊吼，去找伊，就是伊安尼的兄弟，总是伊可能都因为安尼都毋敢过来教会啊嘛吼，人要甲欺负，人要甲激着嘛，人要凌辱伊，所以咱来体贴伊，因为安尼有即个难处伫遮嘛，所以无法度人来教会去找伊讲道理吼，毋免的确插伊。即后壁即句我都看无啊，啥物叫毋免的确插伊？
我著讲每一字我拢看，我著毋知你讲啥吼。搁一项兄弟着，因为即只就讲莫插世俗代志吼，毋免得甲插伊，我著毋知影是毋是讲莫插世俗代志。啊，这拄一项伊拄则讲看代志、看事有诶代志，都爱插意思，佫无共啊吼。好啦，搁一项兄弟着好名声，互人讲道理是好，趁伊诶人无懒散做吼。兄弟着好名声嘛吼，这看有啦吼，互人讲道理是好，互人安尼会当传讲，啊，恁讲诶道理是好诶吼。趁伊诶人无懒散做吼，趁伊诶人是讲顺趁伊诶人无懒散做代志，着光照伫人吼，着光照伫人，就是讲你爱做因读圣经或者是讲教会人拢讲爱做盐做光啦吼，伫咧世间要爱做盐做光啦吼，做光就是光照人嘛吼，互人看会到你诶好处嘛，因为伊要宣扬基督教诶思想嘛，所以希望大家看会到吼。啊，若爱做光安尼，袂使藏起来就对了吼。啊，做盐我都袂记，做盐可是因为做盐会当互你若物件放盐较好食嘛吼，应该是个意思吼。着光照伫人吼。牧师讲，教会本是一体吼，逐所在是着三体贴吼。若咱听见别位的教会有啥物无好势事，咱遮的长老执事就着去家己看卖吼，着去甲看甲探访一下啦吼，关心一下。毋知行了会过分压未？毋知行了会过分压未？啊，即句佫是啥？我着佫毋知影吼。讲你若去遐看后壁佫讲毋知行了会过分压未？奇怪，迄当阵咱讲我若看无哈，哪会安尼遮严重？规段拢足侪句拢看无吼。好，再来是巴牧师讲吼，咱来看巴牧师安怎讲。10点过2分吼，咱已经一半时间过吼。因大会到底是要记几张啦？拢咧讲这吼，就想要甲跳过人过吼。所以为什么我频段佫去看因到底咧讲啥？我感觉就无重要吼。要紧着想教会是啥物？教会毋是牧师吼，这是巴牧师讲的吼。我就爱看因这巴牧师、甘伟林牧师因所讲的话吼。因为为虾米拄则讲的迄名我拢毋捌听过嘛？但是甘伟林甲巴克勒牧师吼，这名字足早时我着看着吼，所以即嘛会当伫遮看着因所对因亲喙所讲出来的话，因所讲出来的道理，因所表达出来因头壳内底所想的物件，其实我是感觉足亲切的吼。就是讲因是敢若伫我面头前讲即寡话互我听呢。其实因拢已经这100多年前拢无伫的，比阮阿祖可能佫较老吼。阮阿祖我都毋捌看过吼。但是即马会当看会着伊亲喙所讲的话，当然咱感谢白话哩，甲即寡物件记落来。今仔日写汉字，你佫无法度每一字读会着，但是白话字就有法度做到吼。巴牧师讲，我佫开始，我佫最头开始读巴牧师讲的话，要紧着想教会是啥物，来斟酌想者，啥物是教会是啥吼？教会毋是牧师，也毋是长老、执事吼，兄弟姊妹就是教会，恁就是教会啦吼。这是新基督新教。一直安尼教吼，你看百多年前教，其实我甲你讲吼，即嘛伫新教内底，尤其是新教派吼，即嘛迄种新的教派，将来对因来讲，教会都毋是姊妹是啥物，教会是牧师，因拢缀牧师咧行就对啦。啊，牧师讲的是对的啊，所以足侪教会因为牧师来分裂，因为含有诶
认同牧师所教的，有诶对牧师所教的足反感的嘛，所以教会新教派因为安尼，因为牧师分裂的吼。长老教会较袂啦吼，因为长老教会牧师其实含其他长老是差不多共级份的吼，地位无较悬吼。你即马迄个外口的新教派吼，因为对牧师，逐个对牧师行吼，就是有即个问题。好，教会毋是牧师，也毋是长老执事吼，兄弟姊妹就是教会，所以因若兴旺，就是教会兴旺吼。也着想看讲兴旺是啥物意思吼？教会兴旺是啥物意思了？咱来看下伊安怎讲。伊讲，若通台湾的百姓入教，入教的人若一心一性一意听上帝，也听上帝，也听别人，亲像家己，教会就是兴旺吼。即段看有无？各位看无？因为敢若我对头读，毋是对头，对遮家己读吼。若通台湾的百姓入教，意思是讲，若大家拢入教吼，入教的人若一心一性一意听上帝，即只一心一性一意吼，这是圣经内底的讲法啦，经文内底讲。一心一意，但是一性我都袂记啊吼，一性吼，也，所以大家若是共心，而且听别人亲像家己，这嘛是耶稣基督伫新约圣经内底的教示吼，经文内底有诶吼，也听别人亲像家己吼，这是敢若是诫命内底诫命的第一条诶款吼，就是耶稣基督讲。简单讲吼，旧约内底足侪诫命嘛吼，10条诫，大家知10诫吼，听过啦吼。像如不可杀人，袂使杀人，啥物话无一大堆啊，药啊，譬如啥。耶稣基督伫个新约内底讲，就是诫命内底上大诶第一条，第4条吼，就是恁来听别人亲像家己啦吼。和合本的是讲你爱讲爱你的邻居，爱邻如己啦吼。OK， 别个版的是一听别人亲像家己吼，家己拢会使啦吼，无共腔到。教会就是兴旺吼，你若共心，而且大家会当听，互相相听，就是兴旺。毋免后壁讲毋免的确侪牧师吼，参传道理的真熬，意思讲毋是讲靠牧师，或者是讲传道理的人真熬吼。礼拜堂真，我即里边要读真创 ，CHHOANG 创。伊是拍毋对无？我从来毋捌看过即个创 ，CHHOANG。我先查一下即字啥物意思？第三声，是第三声是第二声 ？CHOANG 着第三声。哦，真正有即字呢哦。即2、3、4、5、6、7吼。7个字母吼，一个古一字的音，7个字母吼，这应该是上长的，我看过上长的吼。创，读做创，歹势创，读做创吼。汉字就是臃肿迄个壮吼，创。鬼说是打扮派头吼，例句有创港，等于大牛港吼。创港就是大牛港啦，咱等下看日本版吼。创甲卡，就是派头搁真卡哇！我感觉今仔日我安尼读甲拢戆戆，读甲家己拢毋知咧读啥。
创汉字就是臃肿的壮吼，日文版嘛是安尼写吼。礼拜，我记是读礼拜啦吼，就是日文的写立派吼，华语立派吼，是礼拜是日语的意思是讲足气派的意思啦吼。米巴的がある。美しい就是真水吼。创港就是大牛港啦吼，叫做创港吼。我毋捌听人咧讲吼，阮自细汉咧饲牛伫庄脚大咧，我毋捌听人讲创港吼，创港壮牛就对啦吼。创甲卡真创吼，真创就是真气派吼。好啦，创就是气派吼。后壁佫有一个创非常气派，叫做创吼。因为这日本版的客座会都好看会到。好，转来遮吼，马牧师讲，毋免的确济牧师参传道理真熬吼，礼拜堂真创吼。所以这遮你就知影吼，是讲礼拜堂爱真气派吼，毋是吼，毋是讲教会兴旺就是爱靠牧师真后讲道传道理真后传，教会去甲真派头吼，真创吼，毋是吼，那是啥？是大家会当互相相听吼，伊讲即点上着，大家共心互相相听。若有迄号毋久兄弟无热心，若有迄号毋久兄弟无若有迄号，意思是讲，若有头前即寡啦吼，熬牧师熬传道理气派教堂吼，若有即号，若有即寡物件啦吼，即只迄号就是讲即寡吼。毋久兄弟无热心吼，教会也袂算得是兴旺吼。兄弟若热心，虽然无迄号，虽然无真高的牧师，无真高的传道人，无真派头的教堂，但是只要兄弟若热心，教会就算是兴旺吼。你看因这真正是对道理认识较深的，像牧师吼，因就真正知影讲。兴旺毋是看外在物质的吼，是看你内心吼。恁这教会逐个兄弟姊妹的内心是安怎？亲像从前马太加苏加的教会，马代加苏加啦吼，因这是一个地名，我毋知是啥物所在吼。从前伫咧马代加苏加的教会有安尼，所以咱当一个人拢是做。兄弟姊妹的路用，意思讲，当一人，就是长老、执事即寡人啊，是做兄弟姊妹的路用。做啥物人的路用，就是做你的，互你找用啦吼。兄弟也着想咱伫教会当一个，也是为着安尼若定吼，大家都爱想着吼。伫教会当一个是为着这吼，毋是为着要掌权要吼，为好听的名声呢，拢毋是吼，并无别物的缘故吼。除了为着要做人的找用，无别物啦吼。捌常听见人讲欠工吼，就是欠骹手啦吼。若是论到欠人看客什么意思？办事、写批发着遐个代志，教会无得做迄号工。这段我搁看者，因为我迄个有一个书看无啥，拢看无吼。捌常听见人讲。欠工，或者咱知吼，若是论到欠人看客，看一下看客，啥物？查一下看客，啥物意思吼？
KHOANN 看客 KHE 第三声，看甲客拢是第三声吼，看客。无即个词。我从来毋捌讲吼，迄个白话里有一个字母是一个 n， 但是是小写挂伫个即个角角啊遮吼，顶头角角啊，正手边角角啊遮。即个你若拍字的时阵，就是拍两个 n 吼 ，n 咱就会使吼。看客伫个大理大书店无收，看遮找台语，看客嘛是拢无。啊，伊安尼收一个，伊写一个，我伫书店查无个，啊，我本来毋知影意思，我搁较，我都毋知完全毋知要哪鬼水吼，已经看无嘛吼。若是论到欠人看客、办事、写批吼，即个看客应该是一项代志啦，就是爱需要教会人去做的代志，但是我毋知影是咧讲啥吼。因为比如讲，若是欠人办事、欠人写批吼，还是发着遐个代志，发着遐个代志，即个发着是啥物意思啊？发着。正下昼今仔日，进前有人甲我讲声笑讲，哇！你这初级台语学习，这若无，你内底咱所讨论的，还是个咱所学习的内容吼，其实毋若初级啦吼，这若就是讲我用标题咧骗人吼，无真正遮尔容易读啦吼。但是我是讲，咱就是初级台语啦吼，希望搁较人莫因为我就是免惊啦吼，逐个拢会当入来听啦，入来学啦吼。啊，另外我嘛遮韩文的，我嘛真正看无啊吼。拄则看客无嘛吼，啊即只佫一个啥物？发着吼，发着啥物意思？咱来查一下吼。HOAT 着 TIOH 第八声吼，你着想讲我阿悬吼，已经读白话字，会知读白话文献，已经读几啊年啊吼，我嘛袂记读几年啊，三五年敢有啦吼。啊，结果你讲我今日读到226，所以真正是吼，我无较厚啦。啊，恁若有兴趣吼，安尼读个几年啊，恁着绝对会读较足认真啦吼。发着发着，找台语嘛无吼，找台语无意思，就是台理店原来绝对找无啦吼。台理大书店伫个台语科仔内底简称是叫做台理店吼。发着无，哇！一段内底出现两个词，毋捌看过，毋知影意思的吼，规句都看无啊吼。发着遐个代志吼，教会无得做迄号工吼，啥物意思啊？我真正有哪看无？应该毋是发着诶，他没有提啊。那发发药是哦，歹势，伊是发药吼。哦，发药就看有啊啦，吼，发药是啥物？发药是发药啊啦。发药。对啊，来查一下吼。因为我甲迄个题看做伙啊吼，发药吼。发药也找无呢。哦，发药就是 embryo 就有收啦，发药啊啦吼，你无啥物特别的，就是发药啊吼。啊，即只讲一寡教会事工就对啦吼，教会事工办事写批发药，但是头前即个看客我毋知嘛吼，应该嘛无看毋对嘛吼 ，KHOANN 第三声 ，KHE 第三声嘛吼，毋知啥物叫看客吼。知影，或者是早伫，还是较早伫别位捌看过，知影人则甲咱教一下吼。教会无得做迄号工吼，意思是啥？讲即寡工其实毋是教会爱做的吼，为虾米？教会目的毋是要做即寡工吼。论到欠工，
要教示道理，兄弟怎样无学字来家己讲究，着安尼才有凭据。因爱请传道理的，是因为一着圣册的教示。哇，这段看无咧，咱来看卖吼。教会无得做即号工吼，教会无咧做头前讲即寡工吼，写批分邀办事吼，论毋是无咧做啦，意思是讲教会的目的毋是做即寡工啦吼。论到欠工要教示道理吼，兄弟怎样无学字来家己讲究吼？论到欠工要教示道理，兄弟怎样无学字来家己讲究？兄弟怎样无家己学白话字来看圣册，家己研究就对啦吼。所以恁感觉讲是欠工要教示道理，恁若会无想到讲即个工恁应该家己做啦吼，恁着家己会使做嘛，恁着应该爱做嘛。这毋是传道理的人做，是恁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教会，拢是应该爱甲耶稣基督的道理传出去吼。即句话就是安尼吼，着安尼才有凭据。因爱请传道理的，是因为得到圣册的教示。即句我阁看无啊吼，着安尼才有凭据。凭据就是凭据啦，就是凭据就对啦吼。着安尼才有凭据，因爱请传道理的，是因为一着圣册的教示。哇，完全看无即句话，到底是讲啥？看有诶才甲咱讲啦，我真爱看无吼。着安尼才有凭据，因爱请传道理的，是因为得到圣册教示。阮看即个做，阮看即个做真要紧吼。逐人着踮因的家内时常看圣册祈祷。阮看即个做真要紧，就是阮甲即个，阮足重视即项代志啦吼。逐人着踮因的家内时常看圣册祈祷，所以你若学字嘛，你若学白话字，才有法度家己看圣册祈祷吼。捌是伊即段是讲捌常常听见人讲欠工，就是讲定定你听人讲啊，教会就欠骹手，就欠骹手，毋是讲迄当即嘛是你去所一个教会，逐个教会拢讲因就欠工啦吼。但是就是意思就是啥，就是即寡人认为讲欠工欠迄寡欠骹手来做即寡教会事务，啥物分摇啊、写批办事，有诶无就对啦，欠即寡吼。踮遐直直讲欠工，在巴克勒牧师看根本就无必要啦，根本就迄就算无人做嘛袂要紧啦。上重要毋是迄寡代志，是即寡是后壁即项代志吼。好，这是巴克勒牧师所讲的吼。过来是五角讲吼，姓吴名做角吼。10:24，哇，安尼即段毋知会当读煞无？应该会当吼，我甲读煞吼。五角，我因为内底无啥物好书通学吼，我拢读个就过啊吼。就算看无，我嘛并落去定看，因为因咧，我无理解伊个，有诶是因为太步，有诶是整个迄个造句诶迄个句诶结果，我实在完全毋知看无伊咧讲啥吼。要紧兄弟着和平仁爱吼，若无冤家，毋免议论，着到怎兴旺吼。所以五角伫遮，我毋知因这是照即个发言的即个顺序来收录的无？伊即只就开始讲啊，有兴旺无兴旺无重要吼，上重要，大家爱互相听同吼，和平仁爱吼，无冤家嘛吼。若爱多事，若爱多事，仁理较熬，出力也无路用。
什么意思？若爱多事任你较熬，任你是什么意思？任你 JIM 第一声你 LI 第二声吼，又搁是一个无收的，啊无收又搁，我本来就毋捌听过，所以我完全毋知影意思吼。任你。有时啊吼，我会用，譬如讲用我卡星号吼，啊你安尼去查看，因为有时啊我的腔口可能毋是毋对啦，就是拍无共腔口伫咧家己顶错无啦，啊但是拄则伫咧即个找台语嘛拢错无，应该就是无啦吼，无任意即个事啦吼。无任你即个事啊，是只啥物意思？毋知吼。咱继续看。若是若爱多事任你较熬任你较熬出力也无路用吼。哦，任你较熬出力是任你吼，任你安那，伊无应该甲即个你吼，任你两个夹做一字啦，安尼实在是。无法度通理解迄个词是啥物意思，伊都毋是共一个，伊都毋是一个词嘛吼。任就是任你怎么样，迄个任吼，主任嘛吼，咱讲主任嘛吼。好啦，这无啥好知啦，任就是迄个意思啦，罢面诗啦吼。哦，任嘛吼，随便你啦，无论如何啦，任你。任伊讲，任你看也看袂了吼，这就是任你吼。所以这只任你较熬，任你较熬出力也无路用吼。你搁安怎做出力做工拢无效啦吼。若爱多事啊，但是头前迄个多事我搁看无吼，我毋知啥物意思吼。教会起头伫兴起三听，拄着代志衰微。是对兄弟协嫌结怨吼，好，这咱来学者吼，是对兄弟协嫌结怨吼。啥物叫做协嫌结怨？协嫌结怨，结怨应该有知啦吼，协嫌可能大家较毋知。协 HIAP 第八声，嫌 HIAM。第五声，汉字是安尼吼，华语读做夹嫌吼，嫌就是嫌疑迄个嫌嘛吼，协就是夹带的意思啦吼，协嫌，啊所以就是协嫌就是讨厌吼，厌恶吼。叫做协嫌，哦，协分就是拄好我遮看到协分啊，所以先煞讲哈，协分就是带着仇恨嘛，吼。啊，协势要欺负人吼，协势就是靠势吼，协势协台。无看到协嫌，走去对，嫌伫遮，嫌。哦，遮哦，遮哦，协嫌，嘿，啊，无例句啦，鬼水嘛，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。面白くない。协嫌，面白無。面白くない是讨厌的意思。歹势啊，我毋知。好，协嫌。啊，结怨呢？结怨就是结怨气嘛，吼。协嫌结怨就是
是对兄弟协嫌血缘吼，用拄着代志衰微吼，讲教会的衰微，就是兄弟大家协嫌结怨嘛吼，结怨感觉搁早，结怨 CHEK 吼，成绩大家知吼，成绩成绩吼，怨第三声吼。成绩的绩毋是即个绩啦吼，即个是累积的绩吼。我是讲即个音拢相款叫做绩吼 ，CHEK 吼。累积的怨恨叫做积怨吼，大家有积怨吼。所以讲啊，大家另外一个词，咱看积怨吼。你摇一个，看你会晓读袂？这我是安尼写吼，扣分，扣分，抱着怨恨，起怨恨，有无？积怨就是扣分，扣分就是积怨吼。积怨，积怨我较含咧听啦，啊，扣分就定听着吼，讲个啊，逐个扣分吼，就是逐个心内拢扣积一寡怨恨伫遐啦吼，扣分吼，所以这。爱晓用吼，因为这是高级台语吼，这是中高级台语吼，积怨结婚吼，即寡词吼，因为较抽象啦吼，毋是较普遍的即种看会到的物件吼，积怨结婚吼，协嫌吼即寡，是对兄弟协嫌积怨，则拿冷淡吼。互世俗人厌倦吼，有个一个高级台语词吼，厌倦吼，厌倦是讨厌啦吼。看一下哦 ，IAN 厌第三声倦 CHIAN 吼，厌倦吼，哇，哪会无？厌第三声，我 IAM CHIAN IAM CHIAN 厌倦是第几声吼？无厌倦，找台语。33分啊，歹势，我时间超过吼。厌倦吼，embryo 收吼 ，loath reject with contempt 吼，看轻啦吼，看轻讨厌吼，叫做厌倦嘛吼。啊，即句是讲教会起头逐个兴起是因为相听，啊，拄着代志衰微，就是因为逐个互相协嫌。积怨吼，扣分啊，所以外口的人、世俗人看恁嘛感觉厌倦，恁即寡人学问敢有较有啥物无共吼？兄弟若冤家长老，着请伊来甲因和好吼，互因两愿，互因两愿吼。哇，歹势，咱今仔日读到遮就好啦，后太侪迄个。中高级的用词吼，这原来爱学啦吼，所以后回再来看，现书店来看吼。所以即个五角所讲的话，咱后回再个对头再个开始看起。啊，当然咱已经甲一寡词早过，咱后回都袂去早，但是后回就算复习啦吼。大家会记即寡词吼，扣怨吼，扣怨是内底无的吼。歹，积怨吼，积怨吼。扣分是我讲的吼，扣分是另外我拄则讲的吼，协嫌、积怨、扣分，即拢差不多意思吼。厌倦是要安讲 despise 吼，厌倦吼。啊，即只佫一个两愿吼，即个咱后尾再来查即个啥物意思吼，两愿吼。和好，才有一个和好吼，和好大家一定知啦，因为即个华语嘛是有吼。
好，10:35咱今日共超过5分钟，连互大家吐槽的时间都无甲恁留吼，因为今仔日读了2:6吼，惊互大家吐槽，时间甲恁抢去。好，哦好，甲大家问好一下吼。多谢。马文兄、Sunny，大家好吼 ，Eric 与Daniel，雷亚、Jeremy 甲尤姐，好，感谢吼。敢有啥物问题？爸比，你敢有要甲咱做一下结论？我今仔读到2:6。袂啊，着学着真侪字数啊，我嘛拿查足趣味诶。好 ，OK。对。我实在足拍算，我足歹势啦，我拢无照顾着你，因为我看你逐遍拢帮我做遮侪代志，我拢无甲你说一下感谢，真感激你，然后做超好助理。好，安尼咱今仔到遮啦吼。好，多谢大家再会，关房。